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0月初3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，永恒的约定。我们要回顾撒母耳记下7到9章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，但是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是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生命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罗马书6章23节。信心之旅，当然就是要有信心咯。信心就是不看自己与环境，只仰望全能的上帝。信心就是对那些我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事实深信不疑。信心是确信那位应许者，并在祷告与祈求中持守他要给我们的应许。信心是面对变幻的世界、迷失的旅程、不可知的未来，仍信靠上帝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透过7到9章这一段的经文，其实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可以说是整本这个撒母耳记的核心，它论及上帝与大卫的立约，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。大卫之约同样的是列王时代的核心议题哦，因为上帝应许大卫的子孙就是不断绝坐在宝座上。另一方面，大卫之约也预言了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作王掌权。首先我们会看见，当大卫征服周遭的各国之后，第1节说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之前我们有读过，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虽进入应许之地，却因未完全把外邦人逐出而饱受侵扰之苦。士师的时期也是这样，直到大卫才真正把以色列人带入上帝应许的安息，这就是安静。大卫蒙上帝的恩典，大得平安，为此他深深感恩哦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又想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，竟得以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。反之，荣耀的上帝却不是居住在殿宇当中，而只是住在由布幔所造的会幕里。所以他心里面感到有一些的羞愧。为了要回报上帝的恩典，大卫他就想起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念头。所以当大卫对先知拿单谈到他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，拿单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像不错呢。但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哦。那一夜晚，上帝就借着拿单来告诉他阻止大卫的行动。其实上帝并不是不领大卫的情，而事实上上帝后来也把建造圣殿的灵感赐给大卫，只是由于大卫作为一个战士曾杀人流血，因此呢，上帝希望大卫可以让他的一位后代承担建殿之职哦，而这个后人将会把平安带给人。
虽然上帝没有接受大卫为他自己来建造圣殿，但上帝无疑非常喜悦大卫有一颗真实感恩的心。所以呢，他透过拿单告诉大卫，宣告了一个上帝主动并且要大大来赐福大卫永世尊荣的应许。这个极其尊荣的应许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8到16节。今天人们将这前所未有的尊荣应许称为大卫之约。这个应许是撒母耳记全书的巅峰之处，也是在圣经神学上很重要的关键。因为大卫之约不只是关乎大卫他的家族他的王国，并且透过这个大卫之约如何祝福大卫的国权，他的后裔王朝，甚至在整个旧约历史的进程，以色列先知的启示当中，都谱出救恩的恩典救赎恩典的蓝图。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，大卫之约昭示了上帝为世人已经预备了一位永远的君王，就是拯救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。上帝要拯救我们每一位口里承认、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成为上帝国度的后裔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和至高尊荣是他所应许的。大卫之约永恒的约定的实现，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。而你我若有这样的一个口里承认、心里相信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之主，那这个约定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实现哦。感谢主，上帝那么爱世上每一个他所造的生命，你是否也在这永恒的约定里面呢？我们来思想，上帝应许大卫要永远建立他的家和他的国。想一想，这应许真的与你有关系吗？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应许之约里面有份的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用永远不变的慈爱来对待我们，即使我们在罪中，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，你还是接纳我们，因为你是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而这永恒的约定所带来的生命，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应验了。因为他是应许的弥赛亚，他的救赎之功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他的国度将永远长存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这永恒的约定借着你的牺牲付上代价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宝贵的，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是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。尽管我们犯罪失败，尽管我们时常悖逆，但你依然守约施慈爱。愿我们在这永恒的约定当中找到真正的命定，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交在你的手中，让你来掌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对你无限之爱的回应，并且能够全心全意来侍奉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，
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与大卫之约有份，你可以领受永恒的祝福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